当希律王的时阵，耶稣生伫犹太的伯利恒，有几个博士为东边来甲耶路撒冷讲，迄生来做犹太人之王的伫倒落？阮伫东方看见伊的星，特来拜伊。希律王听见了，就心内不安。耶路撒冷好城的人也拢不安。伊就召集了祭司长甲民间的文士，问伊讲：基督当生伫何处？因回答讲：伫犹太的伯利恒，因为有先知记得讲，犹大地的伯利恒啊，你伫犹大这城中名是上世，因为将来有一个君王要对你遐出来，牧养我以色列民。迄时希律阿曼勒调了博士来，细问迄星是啥物时阵出现的，就找因去伯利恒去讲，恁去详细找访迄细汉囡仔，找到了就来报信，我嘛好去拜伊。因听见王的话，就去了。伫东边所看见的迄星，忽然伫因前头行，伫行到细汉囡仔的地方，就伫顶头停住了。因看到迄星，就大大地欢喜。进了房屋，看见细汉囡仔甲伊母亲玛利亚，就俯伏拜迄个细汉囡仔，掀开宝盒，摕黄金、乳香、木药为礼物献予伊。博士因为伫梦中被主指示，毋通转去见希律，就对别个路转本地去了。因去后，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，讲起来，带着细汉囡仔，当伊母亲逃往埃及，带伫遐，等我吩咐恁，因为希律必招做细汉囡仔，要治灭伊。约瑟就起来，夜间带着细汉囡仔甲伊母亲逃往埃及去。住伫遐里，直到希律死了，这是要应验主照先知所讲的话，讲我对埃及调出我的后生来。希律见家己被博士愚弄，就大大发怒，找人将伯利恒城内并四境所有的男孩，照着伊向博士详细查问的时阵，凡2岁以内拢杀尽了。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讲：伫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，是拉结靠伊囝儿毋肯受安慰，因为伊拢无得力了。希律死了以后，有主的使者伫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讲：起来，带着细汉囡仔甲伊母亲往以色列地去，因为要害细汉囡仔性命的人已经死了。约瑟就起来，甲细汉囡仔甲伊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。只因听见阿基老接着因老爸希律做了犹太王，就惊往遐边去，搁伫梦中被主指示，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。到了一座城，名叫拿撒勒，就住伫遐。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讲，伊将成为拿撒勒人的话了。